玩完呢個上午已經咁攰啦，哇！曬到面都紅，真係不得了。係朝頭早嘅5:50。早晨，今日係3月5號，公司運動會嘅大日子，見我一身特別嘅裝束。我揾緊我嘅伙伴，原來就係匿埋喺度食煙。係而家就嚟對呼啦。要玩第一個遊戲啦，今日天朗氣清。按摩鞋競走，救命！踩完隻腳都真係好痛啊！超級熱咯，玩咗3局閃避球，超犀利。第一場，真係我們第一場啊，很厲害。可是在下一場就沒力。1、2、3，跟住多謝伙伴送嘅飲品。天啊，炎炎夏日真係會中暑嘅大佬。而家去玩呢個足壘球。哇！見我預備玩大屠殺，好緊張。唔知玩咩啊？走！嗱，身後面就係一間要參加嘅大隊接力，着力而為啦。估你唔到隊友跑得咁快，搞到我都要出盡全力啊！原來台灣公司運動會係咁認真咁好玩。